中正大学台文所一位毕业生对于本地未晓台文，经过6年的打拼，落要用这故乡家己正做伊的背景，配合着伊生命的故事，出版60首台文诗的诗集。那伫咧50岁进前完成梦想，也顺利摕到学位。你有影甲阮听上，我台语阮的行安。创作台文诗，表达对红色的感谢。中正大学台文所硕士毕业生邱家琪，用过去生活的记忆，创作60首台文诗，透过布袋戏剧团3脉同的协助，出版台文诗集。真正发表会的时阵，阮就是用台语布袋戏的演法，将伊的诗、台语诗，甲演出来。其实这本册呢，其实就是邱家琪小姐伊对朋友、对家人的爱。然后改写作诗，这是用另外一种的文学方式来记录家己的感情。邱家琪6年前因为要去考教育部的台语认证，开始接触台语文。2001年，佮考调中正大学台文创研所的硕士专班，经过2档的学习，互伊有出版台语诗的梦想。透过台文呢，嘛是希望讲，大家人会当透过台语诗来熟悉家己故乡，嘛感受到对家己身躯边的人的感恩甲爱。60首台文诗，文也分享伊将近50档的生命记忆，嘛，互伊顺利摕到台文创研所的硕士学位。伊希望透过诗集的出版，鼓励对台语文有兴趣的人，会当勇敢创作，互台语文学愈来愈受到重视。记者林慧婷，家己报道。